講到香港藝人陳法拉，43歲嘅佢2018年轉戰荷里活之後，最近傳出好消息，話佢將會參演國際大導演李安嘅新片《舊金山》。唔少人覺得陳法拉呢條路好似同楊紫瓊當年嘅成功路有啲同似，仲有機會衝擊奧斯卡影后添，真係令人期待。陳法拉喺四川成都出世，細個嗰陣同屋企人移民去美國亞特蘭大。2005年，佢攞咗美國艾文理大學工商管理學士學位，仲曾經攞過全美亞裔小姐、紐約華裔小姐冠軍，同埋國際華裔小姐亞軍。之後簽約 TVB 正式出道。2005年喺 TVB 嗰陣，佢23歲開始做主持，後嚟拍劇，代表作有《溏心風暴》系列、《巾幗梟雄之義海豪情》、《蒲松齡衝上雲霄2》、《東西攻略》同《有型主婦》，仲攞過2次萬千星輝頒獎典禮最佳女配角，真係實力派。2013年，陳法拉同香港富二代薛世恒分手，結束咗7年之癢。2014年同 TVB 約滿之後，佢決定去美國進修，讀咗4年戲劇表演碩士，成績全科 A， 成為首位攞到茱莉亞學院戲劇表演碩士嘅華裔學生。2018年，佢正式進軍荷里活，參與過上戲與十環幫傳奇、哥斯拉 X 金剛、新帝國咁嘅大作，仲有電視劇無所作為，事業順風順水。佢仲係2019年再婚，2020年同2024年分別生咗個女小米莉同個仔小米奇，事業家庭兩得意。今次李安嘅《舊金山》講19世紀美國西部淘金熱時期2個中國孤兒嘅故事。據講呢部片8月開拍，會喺美國舊金山同附近取景，由3次奧斯卡最佳攝影得主艾曼紐爾盧貝茲基負責攝影指導。陳法拉確定參演雙女主角嘅媽媽，影迷好期待佢喺李安嘅作品大放異彩，話唔定真係可以成為下一個楊紫瓊。講到楊紫瓊，62歲嘅佢係2023年憑《奇異女俠》挽救宇宙攞奧斯卡影后，陳法拉會唔會係下一位呢？拭目以待啦！